反瓜，万圣节料理。阿龙哥，偶像，那个偶像，这偶像，反瓜啊，偶像，默默有点娘，是吗？哎，再见，反瓜啦，万圣节料理啦，对啦，阿龙哥，我用我煮。太阳刚哦，好啦，这边啊，要做甜蜜，哎，南瓜包，哎，甜蜜什么？甜蜜小南瓜，这个就讲不出来，这么娘的名词，还怪我娘。好来，俩，旺铺爱讲旺铺啊，哎，旺铺，海风讲旺铺的吼，我来讲反瓜。奇怪，有那种饭挂吼，饭饭音种诶，没有番薯香啊，我来就很多，哎，安尼啊。饭诶，哦，做咩？做咩讲，哦呦，哦，就按你就拉哟。我哋先来吹吼，然后爱切片切丝，你来切丝哈，切丝浸水，你来浸水，然后爆汁，要用米酒吧？哎，要浸水用米酒，好，夹夹哦，哦，讲价。你丰富啊，因向下一家种的啊，下甜嘛。你要看下这年上的哦，给点来酿酒的便当，很可爱的，很可爱的马盖南瓜包哦，南瓜包哦，我讲清楚。好，啊，安尼切细地细地，来吹下酱。呀，其实啊，你丰富啊，营养价值没当够啊，当甜，哎，当甜，个糖分唔会带呢，韩国个纤维质，韩国胡萝卜素，顺情当好。切到又紧铺呢。啊，没，做唔了，做对。好，因为你要帮铺啊，吹冻夹。一冻夹是面哦。好。蜜苹果哟，好美啊。哦。好，来帮铺，连帮铺去年冻用面哦。爱拉冇？都得嘞，哎，然后，香菇要切油油的，切丝，切丝好，就来切丝。好，你下。要จิ้咗伊嘛？唔是，冇嘞，你水面冇嘅，水冇哦。係冇，我不用等啊，係嘛我切？冇嘞，哦，雙條我嚟切。好。有春卷啦，仲有媽媽春卷好做嘅啊！啲春卷我哋炒到凍香，你有爆粽兒啦，又係啊，爆脆包啊，春卷要嚟菜包嘅呢，嗬。誒，哦，你下，先嚟炒一下，嚟煸過。哦，豬肝肉。菜包呀，好期待啊！啊，不用掉就好，来去啃香。不卡普通妈妈春卷会用乜嘅？用嘅豬油啊。用豬油嚟炒。當香。計啊，台北馬人炒啊。當香。好，較早有去煙就批到。較早有用嘅燒敲啊。啊？燒敲。燒敲啊，柴火。哦，小炒，係啊，是嘅哦，燒炒，小炒哦，喺鹹炒啊，少少喺鹹炒啊，奇怪啊，剪裁，我山西唔會講啊，可是我燙油唔講乜嘅，
你係試嘛？推然講一下燒敲，我就冇卡燒敲啊，我用牙絲。係啦，條牌做頭啦。哦，我係講做頭。做頭係啦，小頭啦，誒。我哪個呀？你在指正我了，是不是？沒，湯唔是也係強嘅。燒敲哦，好。等下喂，旺鋪嘅，旺鋪，辣椒嘅，辣椒嘅，哦，喂。好，一下蒜頭、紅蔥頭，一當好了出，哦，韓國人客家嘅秘書都講啊，你啊少唔得一點紅蔥頭，韓國豬肉絲啊，也豬狗肉啊，我哋炒爆菜爆粽呢，哈，春前肉，其實它的手法。又發覺差唔多，它只是裡面外面的形體冇重要，裡邊料嘅啦，你還未到一邊掉菜脯啊，未當香啊，係啊，就落皮嚟啊，香菇，香菇，好，摘過來，呢菜頭絲，哦，也是香嘅哈，呀。小虎干啦，四個，浸米酒，哦，放落去，搭過來，調油，用到湯，負責歡迎聽我嘅啦，略嘅，哦，差唔多，好，做得咧，一天唔係略嘅，一天當多。好，你一병一啲啲嘅水。哦。菜頭啊，你係真口嘅菜頭。菜頭係好食啦，是係爛片。好啲啊。係啊，落皮爛片啊。差唔多鮮辣嘅10米面。係啊。古熟米面。係啊，古熟高鹽打落皮板啊。嗰芹菜煮是芹菜釀。嗰平常時冇菜頭啊，用嗰陣，嗰時用真口。真口啊，真口咧，嗰種係菜頭啊，下葱，下醬，台灣嘅冷，有冇？啊太口，太水梅，有點像客家元素，香蔥油，而做是做，最正統嘅，而且一甜班嚟哦。香嘅啊，咩講啊？當香。好。太銷魂了。銷魂咯，但係我唔好本。要不要開開？要。喂哈。也來比過吼，來嚟，因為啊，佢等下會爆些啦，我用乜嘢呢？佢等下會紅豆水。哦，我較早啲會較爆，係嘛？好，你下攞嚟看，呢個旺鋪，哇！好，你下旺鋪吼，東看看，哇！出來。拿就拿下你夾夾咩啊？加卡到啦。哦，咁上下擺 pose 夾夾。冇關係。冇關係啊，好呀。好，你下。青蔥葉嘅，吼，高太加青蔥葉嘅，真當功夫呢，吼。我包隻菜包我量好是睇咧，
結果做愛叫。好，先不用一半就好。哦，也係糯米粉，誒，有啲啲啦。嗯，哎，老闆，你吃嗎？唔吃好啦，你懂少啊？你佢當小真唔吃吧？誒啦，不用得飲飲飲飲。哇，真的很香。真係好。嗯，哦，做得。哎，嗰時候用番薯吧，我們做得沒哈？哎，hold 住，hold 住。好，好大力道啊！啊，切到啊，唔會飲少樣就得啦。哦，哎，你不能拉冇拉。哎，少少，唔會飲少，冇飲少，唔會飲少還是我就得。窿哎。我揸緊咯。哦，啊，聽咗冇？誒，做得咯，哦。你先讓我填少一隻東西，大概哦，我墊底下，咪差唔多。哎呦，嗯，食過來啊？哎，哎呦，哎啊，我哋係嚟爆吼。哎呀啊，好，做得。我記得你上班要教過用班包咧吼。吹爆魚T 貴嘅時候，好咯，哦，從歐煙吼。哦，鹽呢哦，做得冇？做得好。哇，好快哦，好，從歐煙。一撒，哎，來，夾，哎，來，出來未？是不是？唔得，因為我冇看用包，不能有皺褶。我不能做的。爆下豆豆啊，嗯，好吃了。你按做爆用誒，你我是聽美是爆用誒，風頭、肉頭，哦，我好食鹹味。哦，從兩大拇指鉗，你啊其實要嚟去燒起來，嗯，把它拉高，好，從兩壓住嘴巴哦，啊，捏掉，哦，捏掉哦，冇個石頭底下，從你下結是不用嚟底下，要下醬誒，要當杯，哎，做得好棒誒！哎，怎麼有個青春痘？哎，哎，也十個來，也半年，我來包。荷花我行，給你，哦，來，我來包個給我來。 1、2、3、4。哎，挺大的啦，哦，挺大的，哦，妹，又打那樣大錢買笑，都攞杯電動叫都市動搖妹，看對水母相講，對你水康嚟哦，做肚肚真好，你嘛。我教一下，把它壓得這麼扁，哦，我不能扁啊，要圓嘞啊！找你了。對不起，我打擾到你們倆。唔，哎，我也很討厭他，妹，哦，我講你的哈，相處太久會危險。妹，香港吼，你在旁邊休息，要做正經吼，正經的速度才本身，你嘛。但係他做嗰種3週後。好啊，不然做啊，我先到還休息。啊，不好意思，你們。
按中间爱好高的事情。喷哦，旁边爱泡。哎呦，我很高矮。妹妹，其他讲听讲啊，像张伦，我爱周老师一下。那个再过来讲一摆，嗯，小力去压它，哦，演哦，哎，不能太大力，谢谢你哦。莫感觉去吹一球哦，5分钟是好了，哦，安讲哦，哎，萝卜熟，地不要熟，嗯，因为你要泡啦，嗯，好咯，你要会好咯，你真犯执着哦。用来。他照常就跳线，没给。就要用腰草。没喊啊。哦，电机啊。哦，厉害哦，当初去饮茶有冇？抹茶嘞嘛，饮茶那个小点。我来乱倒，哎，来盘的嘞，个油嘞。哦，不干嘛？成品盘啊，哦，那有。發現啊，唔但將迄你來賓說，很唔做個助理當先生啊，發現他，我跟他講好怕哦。阿龍哥的口氣有一點嫌棄哦。能萬年哦。啊，個盛盤嘞。嘿，冇啊。然後個那地副色咧，有萬呢？有萬呢？哎，又係乜㗎？哎，真相大白。我乃就讓我講，我要跟天下講，乃就做我們的本領哎，都要在那邊獨處唱酒嘞，乖乖啊，啊！有懵哎。人家兩三個人的目主敵都只有彼此是嗎？哎，連盤的都要去看唔到哎呀！因為這裡啊，奇怪呢，後來又不你來，這麼東西啊，喂，我的南瓜可愛，前呼，南瓜小可愛，千呼萬喚始出來。哇哦！耶！上菜啦！甜蜜小南瓜，番瓜切細細地，落皮咧香菇切細細的，蝦米泡米酒，鳳中頭、蒜頭切片片的。番瓜先準備熟，添狗肉先煸香，裝邊鳳中頭、蒜頭、落皮絲、香菇絲、蝦米，再加調油、糖、拍胡椒粉、香蔥油、香油調味，安尼了就做好咯。添糯米粉，還有蒸熟的番瓜，再加點鹽，接做麵團。當天做好的料誒，包到麵團肚，卡掉的飯以後就變到細番瓜咯。今天要拿一整鍋好吃的甜蜜小南瓜就做好嘞。